你们不要伤心，你们已经跟你们娘亲告过别了。大王会风风光光的送走你们母亲的。王后为什么要害死娘亲？嘘，这里是后宫，不害人不能活。可我娘亲从不害人。蓉儿，我的好孩儿，过不了几天，你那个没用的哥哥芈怀就会被赶下太子之位。大王对你另眼相待，说不定哪天会立你为太子，你就是未来的大王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何为连城之家？就是指你们母亲的性命。我只想我娘亲活着。不许说傻话，你们娘亲死得值得。月儿，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去爬树，去捉鱼，去挖蚯蚓，我看他们谁还敢笑你。他们巴结奉承还来不及呢。为什么娘亲要死？娘亲不死，我也可以去爬树、抓鱼、挖蚯蚓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步步走在这刀刃之上，现在我们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我心里欢喜，我要你们也欢喜。到明日的太阳再照到这宫殿之上之时，这一切就都该。我症状起得古怪，像是受了毒物之害。是何人要害你？我去禀报大王。他位高权重，无人可奈何得了他。再说，他想害我，定是早谋划的滴水不漏。这怎么办？月妹妹，我要怎样才能帮你？你看到那些灌木吗？开着白色的小花。是开着球状的小花吗？它们是土茯苓，你若能挖出它们的根茎，或许还能救我一命。好，你等我，快帮我一起挖。是。快扔上去！给。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，像我这些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人，要么就是不能继承家业的庶子幼子，要么就是没名没姓、没有好祖宗的平头百姓。就算公子华他得了王位，他还是恢复旧制，可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？如今秦人陷于内乱，我们与其给那些宗室旧族做鹰犬家奴，还不如去投效一个能够给我们公平的君王。只要心里头明白，我们拼死拼活的打仗是为了什么。如果我们战死沙场，我们的家人，他们又能得到怎样的保障？将军说的对，我们都听他。将军说的对，我们听将军的。朕得到消息，
公子华自立为伪王，恢复旧制，倒行逆施。另外一些叛乱公子的兵马也已经开始向雍城集结。我大秦王者之师95之尊，从今日起，我等将征伐诸公子之乱。处理急。臣在。朕命你亲自起草讨伐檄文，将你华等人背道逆礼之罪昭告天下。遵旨。丢锐。臣在。你为中军主将。遵旨。白起。臣在。你为中军先锋。遵旨。魏冉、李荣。臣在。你们各领一支人马，分头左军和右军。我要你们依我的旨意，听从雍大人调遣，征伐雍城之叛军。遵旨。望尔等齐心协力。姑姑，你要多吃一点，吃饱了有力气，伤才能好得快。这精米粥可香了，是八子亲手用精米、肉糜和鸡蛋熬成的。婆婆吃吧，继儿看着婆婆吃。婆婆吃不下。吃肉肉长肉肉，不吃肉肉鸡瘦瘦。婆婆看，继儿身上有很多肉，婆婆自己却是筋瘦瘦。好，婆婆再吃一口。继儿也该吃饭了，跟姑姑去吃饭吧。嗯。姑姑这一倒下，辛苦月儿了。姑姑一直把月儿当亲生骨肉般对待，如今为了继儿受了伤，却跟我说这么见外的话。人的寿命都是有定数的，姑姑原打算不用活这么久，不知为什么上天竟不肯收我走。姑姑稍微退进，所以在说胡话。月儿和继儿都舍不得姑姑，还有蓉儿，还有小冉，姑姑怎么舍得走呢？原先姑姑觉得你们长大了，继儿又有出息，姑姑可以闭眼了。可眼下突然出了这件事儿，姑姑的心一我交战，楚国出兵在先。如果这次赢家是楚国，难道楚国还会释放我秦军的将领，归还我秦国之土地吗？秦楚交恶都是因你张仪行事不端，你怎有颜面立于朝堂之上，还说三道四？这是秦国的朝堂，我张仪拿的是秦国的俸禄，我上对得起秦王，下对得起秦国庶民，为何没有颜面呢？列强纷争，楚国乃强国之首，我张仪不去谋划那些小国，偏偏针对兵强国富的楚国，还不是因为楚国行事不堪，自取其辱？张仪行骗，竟责怪我们楚国的不是。哎，楚国国君贪婪，与我秦国联姻，是为了贪图我大秦商於之地600里，诸此讨要不成，企图联合齐国出兵伐秦，难道我秦国不该奋起反击吗？为王者厚德载道，臣妾恳求大王清除朝廷奸佞。寡人用人以德为本，满朝文武以忠为纲，何来的奸佞？世人皆知那张仪乃是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，秦国以他为相，定让列国笑话秦国小人当道。大胆！我大秦建国数百年，从不允许妇人干政。你不识大体，强闯大殿，辱骂重臣，顶撞寡人，哪里配得上一国之母的身份？大王，臣妾苦口婆心，良言相劝，只求大王清除枉媚，以正纲常。闭嘴！王后已经神志不清，
来人，在。即刻送王后回宫。喜新厌旧的。夫人，我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回去？大王若是知道奴婢把夫人带到这儿来，奴婢的性命定保不住了。那你回去吧。可是，奴婢若是把夫人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大王知道了，奴婢的性命还是保不住。所以，无论怎样，都是一样的。对奴婢是一样的，夫人是不一样的。夫人是贵人命，奴婢是贱命。殊途同归，你和我的命都不在自己手里，又有何区别？你这话让人听了真是伤心。你是谁？我叫芈月，也算是楚国公主吧。我是魏王献给楚王的礼物，他们都叫我魏美人。哎，你站那别动。上天恩赐，你真的好美，连上天都会妒忌你的。你别这么说，因为这句话，我从小到大一个朋友都没有。真的吗？说起来，我还是有朋友的。所以啊，我会妒忌你的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其实，你最好还是不知道我是谁。你若知道了，说不定会后悔跟我说话的。我只知道眼前的这你。宫的城墙高大坚实，把守严密，易守难攻。除非有一个诱饵，也由秘书主动打开宫门，我们才有胜算。萧然觉得，姐姐这个诱饵如何？姐姐若是自投罗网，秘书一定大喜过望。不过如何安排，我们还花一番心思。咱们再细细筹划一下，这件事定少不了一齐军鼎力相助。眼下要紧的是，你要先稳住秘书和魏夫人那边。你最好先放出风声去，让他们知道我又被一群人给抓获。慧后，这是太医新给您开的方子，您服用试试。拿走，没有用。慧后，那致命的药引子都不在咸阳城里，太医再换方子也是无用。慧后，你说的是什么药引子？那遗诏在哪儿？公子季在哪儿？还有那个芈月都在哪儿？那魏仪有回信吗？还有，当年当儿不听我劝告，硬要娶这个妇人，如今留下后患，我已然允诺他们，只要当儿的后人是个男儿，就立他为太子。他们还想要什么？